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 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8月10日至2026年8月14日嘅香港股票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恒生指數喺7月累計上升約3000點之後，估值修復動能已經大致反映喺股價。進入業績期，指數短期傾向喺現水平窄幅整固。上星期五先跌後回升，顯示低位仍然有承接力量，下星期或者有進一步反彈空間。短期交投區間大致落喺25200點至26800點之間。技術層面嚟講，大市經過3000多點反彈之後，開始進入升勢後嘅消化階段，目前已經輕微跌穿10天線同250天線，短線走勢轉弱嘅跡象開始浮現。外圍隱憂持續發酵，對風險資產構成壓力。中東局勢緊張，油價高企，以及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溫，市場對9月加息25點子嘅預期一度升至70%，都壓抑市場情緒。8月屬於傳統淡季，加上美國中期選舉臨近嘅政治不確定性，資金傾向觀望。另一方面，美國7月非農就業數據意外減少23000人，顯示聯儲局短期加息壓力有所減輕，股市下跌風險暫時回落。中東局勢如果進一步平息，人工智能板塊調整完成之後，或者可以提供局部支持。從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以及各部委下半年工作會議內容觀察，政策重點係抓住第三季度施工旺季，加快兩重同六張網相關實物工作量落地。貨幣政策需要喺穩增長、穩匯率同防風險之間尋求動態平衡。資本市場政策就聚焦穩市、規範量化交易同埋防範外部風險。不過，內地稅收政策相關傳聞對香港保險板塊造成明顯衝擊。喺共同申報準則資訊互通機制之下，內地居民持有香港資產嘅透明度提升，港險吸引力下降，連帶依賴保險代銷業務嘅本地銀行盈利前景亦受到拖累，保險板塊因此處於風險中心。部分分析認為恒指短期已經見頂，並開始回落，有機會逐步下探24800點水平。亦有觀點指大市完成對250天線嘅吻別式反彈之後，新一輪跌浪可能出現。利淡因素尚未充分消化，預計短期或者喺24800點至25200點區間震盪，並測試關鍵支持。美國利率走勢、息口預期反覆以及關稅政策變數，仍然容易引發波動。喺欠缺明確利好消息之下，下星期料主要喺25500點至26200點區間上落，並有機會進一步下試25000點水平。整體嚟講，市場正處於升勢後嘅調整同消化階段，外圍同政策風險仍然需要密切關注。